我恭喜你發財，我恭喜你精彩。OK，依家係2026年3月16號，其實都過咗嚟一段時間噶啦，但係我都想唱翻首過年新年歌賀一賀大家啊。OK，唔知今年大家有冇去戲院睇賀歲片呢？我就有睇咗一出啦，就係吳京做嘅病人。OK，應該冇人唔識得佢啦。睇咗佢嘅戲之後，我就好有興趣研究佢嘅八字，所以我研究咗之後，今日想幫大家分享下。OK，嚟，唔知大家知唔知舊年吳京就喺網上俾人笑，俾人酸，講係吳京大佬。唔知大家知唔知呢件事呢？點解舊年係俾人笑啊？而有呢個朵啊？OK。舊年去受訪問啦，跟住喺 YouTube 嗰度俾人傳，同埋 TikTok 俾人傳。訪問嘅時候，佢講咗一啲好囂張嘅嘢，好不可一世啦。例如佢講：我跳過樓，你跳過嗎？我讓坦克壓過，你壓過嗎？我差點死過，你死過嗎？中國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過嗎？我能開飛機，你會嗎？我能坦克漂移，你會嗎？So 呢啲説話其實我幾乎睇一百笑一百啊。So 就係因為佢咁狂妄不可一世講咗呢啲説話，就舊年就俾人笑啦，就俾人講佢係吳京大佬。So 假如有一日有人話你好吳京啊，可能佢就係想講你講嘢吳京大佬啦。OK，綜合嚟講啊，今日點解佢講嘢會咁狂妄咧？係咪因為佢成功咗就走咗嘟咧？哦，就不可一世咧？其實只不過喺八字命理上，呢啲只不過係佢嘅真本性。OK，所以我哋先嚟睇下吳京，相信大家幫我一樣喺呢出戲《殺破狼》2005年上映嘅《殺破狼》而認識佢。嗰時佢只不過係配角啦，做殺手啦。So 嗰出戲嘅表現都幾唔錯，所以大家都喺嗰出戲認識咗佢。OK，2005年之後，轉眼10年後，變咗2015年，佢正式做男主角《殺破狼二》。OK，So 05年到15年呢10年咧，佢都當然拍過唔少戲，但係咧就唔算大紅大紫，直到一個15年《殺破狼二》啊，從此身份再跳一級啦，亦都係佢嘅事業最高峰嘅時間點。15年有殺破狼二，仲有戰狼。哦，so 呢兩出去同一年上映，應該就係14年拍嘅戲，15年上映啦。OK，跟住15年之後就到17年嘅戰狼二。哇！呢個勁哦，戰狼二嗰時候都破咗好多票房記錄，而嗰時候佢都係啊，即係中國人所講嘅英雄啦。OK，中國英雄事業上係嚟到最高峰啦，最高峰2017年之後到2019年就《流浪地球》啦，仲有都有好多出戲啦。今日佢除咗佢係一個好出色、好出名嘅武打巨星，佢亦都係電影嘅出品人。即是講老闆啦，佢亦都係導演一個，自導自演又係出品人，所以佢嘅身份係比好多明星再高一級嘅喎，甚至乎高好多級，因為佢自己係老細。OK，so 咁嘅身份，咁嘅成就，的確係唔簡單嘅。OK，2019年之後咧，就係2020年、2021年啦，係 MCO 嘅時候啦，嗰時佢都靜咗一排啦。OK，so 直到係舊年嘅2025年，俾人笑，講咗啲嘢俾人笑，同埋佢嘅出品啊，佢嘅電影《再見壞蛋》我唔知咩戲，我冇睇，我完全唔知有呢出戲，所以亦都票房慘敗啦。什麼3年6天票房幾多幾多，隨後撤檔。
咩漂泛滑鐵盧呢出戲投資用咗1000萬，所以吳京咧因為投資呢出戲而虧損咗500萬啦，所以都投資失敗啦，屬於係。OK，講咗佢大概嘅經歷，我哋就喺佢嘅八字命理上嚟分析下點解會有咁嘅遭遇啦，幫運程嘅上落起跌。OK，呢個就係吳京嘅八字啦。八字我哋講究嘅係陰陽五行，OK？五行即是金木水火土。今日吳京係甲木人，即是佢係陽木甲木，所以生喺卯月。格局嚟講，呢種嗌做陽刃格，OK？所以佢生喺春天木旺嘅季節，年柱亦都係木擇影。所以今日即是講呢個陽人呢個比肩好強好旺，即是苦戰佢身好強，意志力好強，能量好強，因為佢木好多，木係佢嘅比劫陽人。所以呢種人咧就優點就係不怕困難啦，因為意志力好強，就遇到問題咧唔會咁易退縮啦，可以遇到問題困境可以衝破啦。就例如一個大將軍關二哥遇到十面埋伏都可以殺出重圍。OK，所以今日命格好嚟講有咁嘅優點，但係亦都有佢缺點嘅喎。呢啲陽人重嘅人，佢就比較性格剛烈啦，所以就做嘢都好衝動，跟住可能會克佢嘅六親，亦都會劫財破財，容易破財，所以有好有唔好啊。今日除咗佢嘅五行木好旺，亦都有大火、丁火、午火，再加埋演胡戌三個字合一齊就變咗三合火，由天干丁火透出。簡單嚟講，即是火都好猛。今日呢個火係代表佢嘅傷官，收傷官重嘅人，佢就好有創新能力。人好聰明，個路轉得好快，OK，所以亦都多才多藝，OK，好擅長表演自己所以啲藝人傷官重就好容易成功，因為佢哋除咗口才好佢哋嘅嗰種表演能力好容易發揮出嚟，有咁嘅天分，OK，所以呢種人亦都好熱愛自由啦。唔中意墨守成規喎，咁咗變咗佢嘅負面性格咧就比較不容易受控制啦，好反叛啦，講嘢容易得罪人，因為佢鋒芒畢露人太聰明咗就變咗有時候講嘢就好尖很尖銳好易得罪人，所以有呢方面嘅問題。跟住除咗木火旺，有呢個土呢個財，所以今日佢木生火，火可以生土，即是佢嘅比劫生雙官去生財，即是呢個人咧揾錢嘅能力都好強嘅喎。OK，所以呢種格局咧就梗係屬於好格局啦，因為好強嘅揾錢能力，再加埋有呢個煞，呢個金近戰七煞。So 一個好嘅格局咧，有呢個七殺咧，即是講佢有地位、有名聲、有權力。So 呢種人嘅執行能力好強，So 遇到問題、遇到咩難題都可以解決。但係如果一個人嘅命格唔好、命格局低嚟講，遇到七殺咧就相反啦，就代表嗰個人咧好大壓力，好多小人，OK，甚至係好多病痛、災禍，甚至係殺生之禍，攞你命3000，呢個七殺。
所以佢就好似一隻老虎啊！你有能力駕馭一個老虎咧，佢就可以，老虎係你嘅武器，你可以成為一方霸主。係如果你命唔好咧，你養住呢個老虎咧，分分鐘你就會俾老虎食咗，攞你命咁嘅意思。OK，所以今日好明顯啦，呢啲係一個好格局，所以吳京嘅成就就好大啦。咁樣我哋好多普通人、平凡人，我哋講格局就普通啦、中中地啦，跟住有高格局、普通嘅格局，亦都有低格局。低格局我哋甚至乎講佢係賤格啊，所以我哋有時候鬧人哋你好賤格，即是呢個人咧就中意胡作非為啊、為非作歹啊，所以呢種人咧就屬於係低格局啦。OK，so 講咗吳京啊，佢比劫好強生雙官，雙官去生財，跟住亦都雙官幫比劫可以控制住呢個老虎，呢個七殺變咗係屬於係一個富貴嘅命格啊，有財亦都有名有權力，所以佢唔單止係一個好成功嘅武打明星，亦都係一個老闆，一個出品人。OK，今日一個好命嘅人係咪一世都行運呢？梗係唔係啦。所以我哋講一命二運生風水，二運就係配合佢嘅運，幾時行運，幾時行衰運嚟睇啦。呢個係大運，1歲到10歲一個大運，11歲到20歲一個大運，以此類推，10年一個大運。跟住除咗大運，仲有流年，14、15、16、17，唔同嘅流年有唔同嘅金木水火土五行能量。所以我哋研究翻佢喺咩時間點爆紅咧，就係拍《殺破狼二》戰狼1、2，就係呢段時間啦。呢個大運41歲至50歲。OK，so 呢個係佢最人生最高光嘅時間點啊！呢個壬申大運，點解個壬申大運氣可以咁爆發起嚟咧？係因為呢個時間點有佢愛嘅喜用神。OK，喜用神即是簡單嚟講，即是好運啦，好運嚟咗啦，10年大運好運嚟咗啦。OK，今日喺個老虎又受制太過，點樣講咧？火可以用金，OK，木太旺幫金劈，金都會崩啊，有時木唔呢個金太弱嚟講，木太旺嚟講，金木交戰，金都會崩啊，OK，所以呢個殺受制太過啦。當呢個大運壬申大運一到嘅時候，呢個申就係另一個老虎殺，OK，所以呢個殺今日通根，呢個地支俾通根。簡單嚟講，佢呢個大運有2隻老虎。OK，之前受制太過，一到開呢個時間點，就一個老虎變2個老虎，2隻老虎一齊下山。OK，即是命理上有一種格局，呢啲格局咧就嗌做用人架殺，用引人加殺。OK，用人好強，殺亦都好強。引人加殺係一個好高好勁嘅格局，變咗呢10年咧，佢就事業就棒棒聲啦。OK，就拍咗《殺破狼二》幫《戰狼1、2》嘅時候啦，呢幾出戲喺嗰個時候都創造咗好多破票房嘅歷史啦、記錄啦。OK，呢10年就係2014到2023年，咁樣係咪10年大運好就全部10年都好晒咧？未必，我哋都我睇邊幾年佢嘅喜用神，即是佢嘅金火旺嘅時候，係邊幾年咧？就係14、15、16、17、18都 OK。呢幾年咧就係拍《殺破狼二》幫《戰狼1、2》嘅時候，OK。之後到開2019年嘅年尾到2020年到2023年呢幾年咧都係水木旺嘅時候亦都有金，但係 overall 水木好旺，水木係佢嘅忌神啊，所以忌神嚟嘅時候佢就會 slow down 冇咁好啦。當然嗰時候因為 MCO 所以就變咗 slow down 都屬於係順理成章啦，
OK，我哋講開呢10年，依家行緊其實係潰瘍大運咯，10年已經過咗啦，最高光時間過咗，所以我哋再睇一睇呢最新嘅10年大運先。最新依家係行緊潰瘍大運，OK。頭先一開頭我講咗2025年舊年俾人笑，OK，甚至乎投資出品嗰個電影蝕咗好多錢500萬，就應該係2024年拍片，2025年上映，跟住翻車。OK，呢個大運新嘅大運就冇之前咁靚啦。OK，因為係行一個忌神大運，就係、一個癸水。加呢個爻呢個官，就變咗有官殺混雜，唔似之前咁順啦，兩隻老虎，依家係有官殺混雜，再加起個印，係冇咁靚嘅呢個大運，變咗佢一入呢個大運，再加呢個甲辰年2024年水木旺嘅年份，就變咗佢投資一個電影變咗翻車蝕錢啦。2025年舊年係木火旺嘅時候，火還可以啦，下半年上半年木就冇咁靚啦，就變咗好多是是非非啦，呢個劫，所以就俾人笑啦。但係始終舊年係有大火係佢嘅喜用神啦，變咗就拍咗過年嘅新片啦，《藥人》就喺2026年上映啦。二六年咧，呢個丙午年係火猛嘅時候，係佢嘅喜用神。所以呢個今年咧，佢標輪應該都唔錯啦，到時佢嘅票房到最尾應該都唔錯，雖然大運冇咁靚，但係流年靚，佢都可以發揮多少嘅，所以丙午定位呢啲都可以嘅，所以我哋講大運唔好嘅時候，就我睇好嘅流年就愛攻，唔好嘅時候就愛守啦，適時進退，呢啲係就係睇命算命嘅，佢嘅目的啦。我哋講，OK，so 呢個大運到咗呢啲比較尾就水旺嘅時候，呢啲都冇咁好啦。水旺嘅時候，再到咗呢個摘樹大運，61歲新嘅大運，摘樹係伏吟佢嘅日柱，摘樹一樣嘅嘢，我哋嗌稱之為伏吟。呢個大運咧，佢嘅意象係俾肩去劫財，即是會破財嘅喎，呢個大運就仲過唔靚啦，會好大機會會破財啦。咁樣喺邊一年破財咧？就我睇佢流年啦，到時我一年一年咁樣去睇啦，so 最尾71歲嘅大運，亦都係有破財嘅意象啊。so 算命嘅目的就係為咗咁嘅目的啦，佢識得趨吉避凶啦。OK。暫時就講住咁多先啦，因為唔識八字嘅人聽到咁多可能會一頭霧水，亦都可能想瞓覺啊。都今日講住咁多先，他日有機會我會再分享其他藝人名人嘅八字。OK，再會，再見。